我们有请新郎入场。这怎么回事？谁知道啊？该不会新郎不来了吧？新郎可能是在门外太紧张了，我们大家给新郎鼓鼓掌，大家欢迎。新郎不会来了，大家请看大屏幕。新郎正在搂着女明星睡觉呢，没办法参加婚礼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妹妹婚礼居然闹了这么大一个笑话。我说夏家怎么会攀江家联姻？他原来是被耍了呀！啊！夏家弄这么大阵仗，这是要成整个东江最大的笑话了。既然今天宾客都到了，我反正是要结婚的，不知道在场有谁愿意上台跟我结婚？这位先生，你是第一个站起来的，看来是愿意上台做我的新郎，跟我举行婚礼。你确定？夏夜，你眼光都差到这种地步了，随便找个人就结婚？先生，既然你有此意愿，为何不大胆向前一步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妹妹，能不能别丢人了？刚刚那人虽然长得不错，可惜人家看不上你。各位，都散了吧。妈，你别催我相亲了，我今天就结婚，过几天带媳妇回去见你。你把给我安排的那些见面会快取消吧。什么？我有儿媳妇了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，叶慕辰？我先去结婚了，不说了。哎，臭小子，你把话说清楚呀！喂。等等。Staring at the ceiling fan, confessions underneath his breath. I don't think he knows. 你想好了？结婚典礼，你不是应该问我愿不愿意吗？ I'm holding him with both my hands. He's somewhere far away again. 这是我第一次娶女孩子。 When his 是吗？ eyes are closed. 那你很快就会有第二次。没想到我夏夜的婚礼，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啊，谢谢我。感谢你的出手相助啊，要不然我今天这脸可就丢尽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今天的戏已经演完了。你该不会是想说撩完了我不想负责任了吧？帅哥，人呢你也亲了，感情呢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喜欢我这一款的吧？放心吧，我会给你补偿的。补偿？你准备给我什么补偿？那就5000块钱，你先拿着。不过你得再给我演出戏，就演个霸道总裁。演？我不同意。你想做什么5000块演霸道总裁太少了。现在就算是影视城的演员，都不止这个价。什么？5000块钱你还嫌少？这可是一线配角薪资了。2000万。多少？2000万？你把我卖了也不止2000万呀！我给你2000万，你做我老婆。还有你刚才用的洗脸巾也是我的新创品，以后这个品牌啊也送给你了。你给我
2000吗？嗯，不错，专业，已经入戏了是不是？啊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信。真是太精彩了，一个骗子，一个傻子，你俩还真是绝配呀！夏薇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个男人根本就不在我们婚宴宾客内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哦，我的确没有婚宴请帖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解释的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在我们夏家婚宴上骗吃骗喝，现在还骗了个老婆回去。夏夜，你选人的眼光真是差到离谱。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站了出来，我愿意相信他。江家大少有什么不好？他不过就是花心了一点，可起码有钱呀。他一个穷鬼，只能让你在共享单车上哭吧。你，哎，老婆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是亿豪集团总裁。亿豪集团总裁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你是亿豪集团总裁，无纺卫生领域世界龙头的那个亿豪集团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想起来了，他真的是亿豪集团的总裁。夏夜，你可要发大财了呀！哎，那既然你见过我，我们就方便多了。夏夜啊，我本以为你是找了个骗子，没想到找的是个疯子。亿豪集团总裁这种身份都能编造出来，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呀！亿豪集团总裁长居国外，身患隐疾，听说还有点残疾。什么隐疾？残疾？好了，我们走。哎，别走啊，夏夜。正好，我也想听听，到底是谁在传我有隐疾？你还真是碍眼，不如我去横店给你找点群演工作好了。夏薇，你说够了。哟，江家大少来电话了，你快接呀！我要是你，就好好的求一求江家大少，嫁给他也好比嫁过这个没有彩礼的穷光蛋。夏夜，你都做了什么？江正业，我正式通知你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好，婚礼现场羞辱我是吧？你给我等着瞧！等你，神经病！夏夜，看你选的老公，趁你接电话的时候就已经跑了，还是想想你手包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吧。我最值钱的东西都在这儿，不像你。就你聪明，我等着你被骗后回来跟我求饶。不好意思，刚去接电话了。我在这儿呢。对不起，婚礼的确有点仓促，不过我该给的一样都不会少。现在彩礼应该已经送到你们家了。彩礼送到我们家，哼，真是笑死个人！吹牛也不用吹成这样吧？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夏夜，我们夏家再怎么不济，也不能被人耍成这样吧？彩礼呢？他入戏确实有点快，这么点时间能准备什么彩礼呢？一会儿我就装晕，你就抱着我往外跑，什么都别管。你相信我，彩礼马上送到你们家。真是胡闹！夏夜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爸，夏夜这么丢我们夏家的脸，可怎么办呀？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夏家！爸，哎呦，有人来了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彩礼到了。彩礼到！明代古玉手镯一对，青花双耳瓶一个，黄金千两，豪车5辆，明金别墅3套，东华海岛1座，还有杰比兔品牌100%股权。聘礼准备的太仓促了，以后啊，我一定加倍补偿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真的是亿豪集团的总裁？现在我和夏夜还需要滚出夏家。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各位，严总道歉。爸，这怎么可能？
一豪集团的总裁怎么可能参加夏夜的婚礼？正好和他结婚。你们都在呢。夏夜，夏家不止你一个人，既然你不嫁，那我就娶你的姐姐。我这么说，这些聘礼是你给的？当然。夏夜啊，夏夜，看你找的老公，连江总的聘礼都敢认。哼，你说这些聘礼是你送的，你真是有点……够了！既然姐姐那么喜欢江总，那我就祝你们俩百年好合。我们走。哎，我真是总裁，彩礼的事情我必须向你说清楚。蝶比兔这个品牌是我特意创立给我老婆的，其他无所谓，这个很重要。演的这么像，入戏这么快，这5000块我花的算是值了。彩礼是谁的，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。好了，哎，今天忙了一天了，我去请你吃自助餐开心一下，怎么样？自助餐？走。今天的自助餐我请客。我们的口号是扶墙进，扶墙出，不吃吐了，不出。走。请2位餐前净手。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吃自助餐可是有诀窍的。你上来就要先吃水果，这样既消化又开胃。别放。你一上来就喝饮料，太亏了！快吃虾呀！老婆，如果你喜欢吃虾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西班牙，那里的虾非常好吃。西班牙，我连机票都买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带你去。我说严慕辰，你不会还沉浸在自己是亿豪集团总裁的幻觉里吧？这也没有夏薇的人啊！哎，这戏就不用演。我没演戏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既然答应嫁给我，那么我们以后就是夫妻。这话我是认真的。可是，哎，算了，我觉得我们相处的这么好，你也帮了我这么多。哎，没事，吃饭吧。严总，哎呀，小马，严总，这位是严夫人吧？你们2位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呀！我真高兴。严总，我送你一套江海别墅，小小礼物，你一定要收下呀！你太客气了，小马。严总。那我先走了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你真是亿豪集团总裁，老婆，我真没骗你啊，我真的。小周总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结婚了，我送你一套江海别墅，小小礼物一定要收下呀！酒蒙子的话你也行，我去趟卫生间。夏夜，夏夜，真的是你啊，老同学。苏月，哎呦，老同学，之前啊你在咱们学校可是风云人物，怎么现在混成这样了？我挺好的呀。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吗？同学群里都传遍了，你婚礼上啊新郎逃婚，你随便找个服务员就嫁了。同学群？我怎么不知道还有什么同学群啊？重点是同学群嘛，重点是你怎么能随便找个服务员呢？哎呀，
就说我老公店里的那个后厨吧，1个月呀，可比服务员赚得多了。谢谢你给我老婆介绍男朋友。你谁呀？他是我老公。哦，这位帅哥年纪轻轻就喜欢吃软饭嘛。第一次见面也没什么准备，老婆，不如把你的那些老同学都叫过来聚一聚，我包全场。清晨包全场要不成啊？老婆，我来安排。在这里包全场，少说得100万。夏夜，你老公有这实力呀！运通百夫长黑金卡，你居然知道这个？当然，因为他那儿啊，不仅有黑金卡、白金卡，甚至95至尊帝王卡都有，50块钱呢，10张。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哈。哎，等等，别走呀！群里的同学们一定非常愿意庆祝你结婚的，我这就联系他们。一共是1245314。我烦了，我真的要成百万富翁了。老婆，丈夫就是用来结账的。哎，你说，如果我们在这刷盘子的话，你几站？我已经结。今天呢，多亏了夏夜的老公，才能让我们吃上这么一顿大餐。没想到夏夜找了一个这么有钱的老公啊！服务员能有什么钱呀？这一次只怕是要吃掉他10年的存款吧？10年？我感觉至少得要15年吧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也真是的，怎么能这么说给我们买单的2个人呢？夏夜，这样吧，只要你开口求我，今天这单啊，我买了。就是啊，夏夜，我要是你呀，就赶紧求求苏月吧。毕竟你嫁给一个服务员，生活也不容易。说的没错。不需要，不就是100万吗？这钱我还是能拿得起。算了吧，夏夜，你都穷成什么样了，还当我们看不出来吗？我已经给我老公打电话了，一会儿啊，他来结账。苏月，你真是人美心善。就是啊，比那位说请客又装穷的某位同学好多了。服务生，来一下。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今天的钱我结了。钱已经结过了。结完了。哎呀，我老公也真是的，这刚挂完电话，钱就到了这里。你确定是你老公？你要不要再打个电话问一问？不是我老公结的，难道是你呀？不是我老公结的，难道是你呀？当然是我。你端盘子能挣100万？但凡吃了一粒花生米都说不出这句话来，恐怕是看多了小说，觉得自己龙王归来了吧？谁跟你们说我老公是端盘子的？那他是……这是百达翡丽星空表，真的表要几百万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？一定是假的。这块表可不止几百。我就说嘛，卖了它能把整个餐厅买下来。小吹一下得了，吹太大我没法圆。哎呦，这么贵的表，我可从来都没见过呢。该不会是你餐厅哪个老板来吃饭的时候你偷的吧？你看不出来真假，很正常。毕竟你手上那块梵克雅宝是 A 货状态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把它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每块手表上
都有特殊的编码，不是吗？我凭什么给你看呢？既然你不给我看，那我们也没必要向你争执。我们走。该死的夏夜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哎，你刚才那招简直太爽了！你说他的手表是 A 货中的 A 货，直接给他给呛没话了。你是怎么想这么说的？因为我家的那块质量没有那么差。不错不错，演技不错，继续保持。哎，那儿2辆共享单车。夏夜，你跟你老公就骑这个回去啊？我们只是不想开车而已。不想开车？我看呢是开不起车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车到了，你就接着装吧。哎呀，我老公也真是的，怎么又换车了？也不告诉我。少爷，少爷，老婆，上车。你老公的车还没到吧？这是你的车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你开得起这辆车？你们家根本买不起迈巴赫。我的确买不起，但是这辆车是我老公的，对不对，老公？当然。怎么可能？你们苏月，赶紧上车，碰到豪车咱可赔不起啊！你租车怎么不告诉我呀？租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给我个惊喜，做戏做全套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苏月刚才那个表情？真是笑死我了！哎，这个车租的值，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不需要啊，这就是我的车。小王，一会儿送我们回家。是少爷。租车钱真不白花呀，我也得好好配合一下。老公，这辆车我真的好喜欢呢。你喜欢的话，就把它送给你。谢谢老公。上车吧，老婆。老爷，开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是谁啊？我一个兄弟。夏夜，这就是你老公的迈巴赫呀！一个兼职代驾的还想骗我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开车，开车，老爷。爸爸，先上车，我一会儿跟你解释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老婆，我要看牌了。老婆，你真得相信我。老娘，你赶紧给我醒一醒酒，我现在说不清楚了，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呀。解释什么？解释这辆车到底是不是我的？是，你说是就是，你现在开车，你就是它主人。老婆，你听到了吧？这车真是我的。你把着方向盘，谁敢说不是你的车呢？好，是你的车啊！你相信我就好。送我到龙湖别墅，开稳当点啊！小严啊，无论你是服务生还是代驾司机，我都不介意。我在意的是你这个人。好，等你跟我回家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他怎么办？不用管他，这里安保非常好。等一会儿他自己就醒酒了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不走了，老婆，我带你回家。回家？现在？对。好吧，那我叫个车。
你叫车做什么？这么偏，也打不到车去你家呀。不需要，这儿就是我家。什么？这别墅是你的？夏薇的人还在旁边吗？他演戏演的这么好，不配合一下说不过去啊。我说严慕辰，你是不是也需要我配合你演一下你有女儿的戏啊？走吧。你确定那是我儿媳妇？夫人，我绝对没有看错，少爷呀，马上就要带少奶奶回来了。哎呀，真的太好了！哎呀，这臭小子呀，再不结婚呐，圈里人都传他对女人没兴趣了。哎呀，是啊，他懂事了就好。哎，老公啊，你说亳江的那座海岛，还有欧洲那2栋庄园，还有刚买下的那2栋高端别墅，你说这些我们都给儿媳妇当见面礼，够不够？这个时间确实有点仓促，这个给他会不会显得我没有诚意啊？哎，咱们家不是还有几千万现金吗？一起给他。对，你说的是，毕竟啊，那臭小子第一次带儿媳妇回来，千万不能亏待了他。什么？我知道了。哎，谢谢你啊，老弟。老爷、夫人，少爷呀，已经带少奶奶回来了，现在已经进到别墅区了。什么？这么快啊？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。咱们收拾去吧。对，我这就去啊。哎，等等，老婆，你说这个儿媳妇会不会对我们家不满意啊？还有啊，咱们这个身份会不会吓到儿媳妇啊？有了。夏夜，我不是心血来潮，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。告诉我什么？其实我喜欢。爸妈，你们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哦，臭小子，还不快介绍一下？这位就是我的母亲，也就是逸豪集团的保姆啊，这是我老头，逸豪集团的司机。我们呀都是给逸豪集团打工的。这里啊是严总其中一套别墅。啊，爸妈，你们好。好，来，快进来。哎呀，儿媳妇叫我爸，好。哎，爸，你跟我妈这是搞什么？居然穿成这样，还不都是因为你啊，搞得这么仓促。你说我们不得看看儿媳妇对我们的态度啊？不容易嘛。我妻子用你们这么试探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我们也有审视的权利。哎，今天一定要好好配合我们啊！哎呀，你们倒是看，我怎么？来，儿媳妇来，快！来，儿媳妇，快坐。哎，妈，这里是严家的别墅，我坐这儿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对，你瞧我这记性。儿媳妇真是体贴呀，臭小子，上哪找这么好的媳妇儿？好媳妇我可是找到了。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，就没准备什么见面礼啊？见面礼有，当然有。来，在楼上，来，儿媳妇带你去，走。给我们捣乱是吧？我不就想验证一下这孩子是否孝顺，想暴露身份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儿媳妇呀，我们一直在严家工作，没怎么出门，这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。妈，爸，你们放心吧，等我和严慕辰攒钱买了大房子，
我就把二老都接过去，你们就再也不用辛苦的工作了。哎呀，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呀，真好，真好。不错不错，是个稳重的姑娘。哎，听你的意思，你们现在还没有住房？哦，我有一套小公寓，我和杨慕辰2个人住，刚刚好。公寓？哎呦，这么小的地方怎么住呢？这样，你们明天就搬到明溪别墅去啊，什么都不用带，里面啊什么东西都有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明天要去明溪别墅收拾屋子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不止这里要打扫啊，还有别的地方。严慕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想进去啊。这个臭小子能有什么事儿？他身体好着呢，以前还跟我们一起去打扫。是吗？嗯。原来杨慕辰这么努力啊，为了家庭不知打一份工。那个好像门铃响啊，还真的是啊！臭小子，快去开门呐！快去啊！快去！少爷，老婆，其实我……少爷在哪呢？哪呢？我刚才还没说完呢。少爷这几天怎么都没回来？工作实在太忙了。就是嘛。你们太过分了吧！其实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你都知道了？对啊，我都知道了，而且你的身份我也早就知道了。其实我也不是故意骗你的，那婚礼那种情况下，我也不好自曝身份。我明白。既然你明白就好。儿媳妇呀，我知道她是。儿媳妇呀，我知道她其实。也是在1号集团打工的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保镖。对，你看我们这儿媳妇多聪明。对，这位的确就是严少的保镖。严慕辰，儿子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病人只是受到刺激，晕厥过去了，回去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只是千万要注意啊，病人千万不要再受刺激了。哎，长得倒是还行，可就是虚荣心太重，一个人打好几份工，累成这样，这份努力很令我钦佩。而且你家里人也都这么努力，等我资产解禁了，我就……病人很快就能够苏醒，醒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好，谢谢。真的对不起啊，医生可是说你能醒过来，没什么事的，你可别吓我。严先生，严夫人。哎呀，这臭小子的心态也太不好了，隐瞒我们的身份，气成这样，你说这小子。严先生，严夫人，少爷的身体健康，很快就会苏醒了。那就好。这臭小子唯一做对的事情啊，就是给我们挑了一个好媳妇。
小周，等会儿你让护士去把他们赶走，让他们早点回家。是，严先生。没错，这时候啊，就该让他们趁热打铁。不过老婆，我们还得演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个嘛，爸妈，严慕辰醒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既然你没事儿，那我回家了啊。那爸妈，我送你们。哎，不用，你就在这陪他。这臭小子休息一会儿，状态好了，你们再回家啊。好，妈，那我们走了，儿媳妇。哎，爸妈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？你们不应该说点什么吗？好好照顾我儿子啊。哎，搞什么鬼呀？该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我吧？你们这一天都奇奇怪怪的。我其实是严慕辰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不管你什么身份、什么职业，既然你帮了我，那我就一定会帮你的。至于感情嘛，看在你长得还不错的份上，我就……感情上的事情，我从来不开玩笑。我们知道了，你重视家庭，重视婚姻。这样吧，我们先相处3个月，等时间一到，我们就解除关系。我都发过誓了，我的人生，没人敢玩弄我的感情，我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，对不对？严慕辰，你在哪儿看的这些言情小说呀？我说小严呀，我们之间本来就是合作呀。总之，你摆脱不了我。等我安排好了，我要给你补办最盛大的婚礼。你没少坏脑子。擦擦，不说胡话了啊！哎，谁说胡话？病人家属，医药费用尽快补齐，然后离开，把病床腾出来。什么？这么快啊？可是我觉得他可以再住院观察几天。这里1天的费用很高的。我们知道了，这就走。哎，别急啊，住院的钱我还是能掏得起的。哎，你还想回夏家吗？我们不回夏家，我在明月星城有一间公寓，你跟我走吧。哎，他们2个准备回公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真是可笑，找了一大家子穷鬼，还被医院赶了出来。夏夜啊夏夜，这次看你怎么死！这次的这个项目，夏薇完成的非常不错，所以我决定由他来担任我们夏氏集团总经理的位置。大家可有什么意见？确实做了。我不同意。夏夜，你搞什么鬼？这次的项目有质量问题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质量问题？我看一切都是你编造的，就是不想让我坐上总经理的位置。我说的都是客观事实，这是检测报告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拿去第三方再去分析。夏夜，你摆明了就是因为你未婚夫选择了我，没有选择你，所以你在报复我。我只对事儿不对人。对事不对人，谁不知道你找了个穷鬼老公？你就是见不得我过得比你好，过得比我好，未必。够了！你们非要在这里吵架吗？总经理的事情先暂停，散会。爸，你消消气。夏夜，你也是。非要在这股东会上让你姐姐耍赖台吗？爸，这质量的问题我要是不拦着，夏氏集团会出大事情的。夏氏集团没了你，我看会更好才是。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好，既然你说为了夏氏集团，那这个项目我可以提，但过2天要财报给证监会了。我们夏家要度过此次危机，得跟各大股东商议。
今天晚上就在你老公工作的地方吃饭。夏夜，你跟我们一起去。老严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。那天我真是喝大了。你把我当司机这件事情，绝对不能就这么算。失误，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道歉，当着你老婆面道歉。喂，不需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老严，你真结婚了？我怎么感觉我还没酒醒呢？结婚了，你别忘了随礼。行，我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。不过你这次来，不会就是为了要红包的吧？红包自然是要的，不过更重要的是，易豪集团内部出现了蛀虫。我收到消息，那个人今天会出现在这里。这样啊，这件事你交给我，我来处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婆叫什么名字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。她叫夏夜。叶少，什么事儿？宁总，江哲业来了。知道了，先安排上菜吧。是，宁总，江哲业想和你见一面。不见，就说我没空。是，宁总。宁总再见，严少再见。江正业，这名字有些耳熟。夏夜，这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不就是前几天在这结婚，新郎没到场，然后随便找了个观众结婚的那个新娘吗？没错，那个观众就是。不是吧？我现在知道江正业是谁了。那你肯定还不知道他跟谁来这一块吃饭的。谁？夏氏集团夏国华，还有他2个女儿。严如晨电话怎么打不通啊？刚才又看到这个两个男的在这默默嗦嗦。你看我怎么帮你出去就完了。走吧你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先撤了。夏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那个人说的2个男模，该不会就是严慕辰他们2个吧？我打你电话打不通，所以就来这儿碰碰运气。没想到你在这儿。啊，我找经理说些事情。那你们俩的事儿说完了？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父亲在这吃饭，想叫我们俩过去。走。哎，你和我要是贸然把话挑破，会不会不好？小严啊，为了赚钱，你真是什么都做呀！怪不得昨晚你爸妈那么开心，找的我媳妇儿家里都那么重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爱情的权利。没关系，我支持你。岳父大人，这可是我朋友送的罗曼蒂康呢，咱尝尝。好。夏夜，你和你老公快过来尝尝，这酒可20万一瓶。我这瓶好酒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喝的。老公，再怎么说，他们也是我的妹妹和妹夫。是吗？嫉妒你的男人，又嫉妒你得到总经理的位置，有这样的妹妹啊？你和夏薇天生一对，我祝福你们一辈子在一起。至于总经理的位置，父亲说过，谁有本事谁去做，公平竞争。好一个公平竞争！爸，项目的事情您一定要注意，这关乎到夏氏集团全年的计划。这件事情不用你提醒。妹妹，我们一家人是过来吃饭的，不是来听你上课的。我只是不希望妈妈一辈子的心血付之一炬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薇薇啊，你先说吧。好，爸，
第一，原本庆祝我当上总经理的职位，只可惜妹妹从中阻拦，只能暂且搁置。不过我不会放弃的。不如直接说第二件事。第二件事就是江振业的聘礼，我们已经收下，下个月我们会在这里举行订婚典礼。哎，对了，夏夜，你老公不是这儿的服务员吗？让他帮忙介绍一下这的菜品啊！啊，妹夫在这里工作也不容易，我们就把婚礼定在这儿，也算给妹夫撑撑场面。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打扰了，店长，现在可以上菜了吗？当然可以。对了，你们宁总呢？哎呀，我们宁总有些忙，今天不见客。那看样子，宁总是不打算给我这个面子了。老公，你没有面子，妹夫的面子宁总一定给。毕竟夏夜的老公可在这里上过班。说的也是啊啊！夏夜啊，你不是要跟夏薇公平竞争吗？我们今天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跟这里的宁总见面谈合作，这样你想想办法，让我们见上一面。爸，妹夫一定可以的，他在这儿可身兼数职，听说不仅仅是这里的服务员，还开网约车拉客呢。是吗？他还做了这工作呀？回头我一定支持一下子啊！服务员开网约车，严少。宁总今天真有这么忙吗？不忙，宁总不忙，我这就去找他。这酒店经理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你放心，你男人绝对不会让你丢了面子。今天白天夏夜怎么欺负的你，我现在就让你怎么欺负我。我就知道，老公你对我最好了。那是当然，夏夜这个女人绝对会为她所做的事情后悔。今天真是热闹啊！真是他，这两个人关系匪浅，我可千万不能做了第三者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宁总，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啊！没办法，应酬多，江总你可别挑理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您这不是还是给我面子来到了这儿吗？啊，看你面子。说的也是，在场的人里，你面子最大。哎呀，宁总您说笑了。来来来，请上座啊。那个谁啊，倒酒啊！你让他倒酒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问问，你让我喝什么酒？就是这瓶了，罗曼蒂康。我说妹妹，我们已经将宁总请过来了，让妹夫给宁总倒杯酒，不过分吧？我来倒。怎么，妹夫是想要给他们倒酒？我从不倒假酒。你没有证据，不要乱说啊！假酒？夏夜，你老公说的什么胡话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田沐晨，你这瓶1998年的罗曼蒂康尼酒庄当年的产量只有5064瓶，而你这瓶瓶身和包装都对不上，属于假货中的假。你这个臭服务员，你懂什么啊？再说他一句试试看。老爷别生气，你们几个，我什么酒没见过？我说这瓶酒是假的，那就一定是假的。不是啊，宁总，这瓶酒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是我朋友专门从一豪集团带出来的，而且那个人绝对靠谱。哦，一豪集团？你还和一豪集团有联系呢？那是当然，而且啊，一会儿我还把他请过来。那可真是巧了。那人一到，就亲自证明一下这瓶酒到底是真是假。
要是真的话，某些人不只要当面跟我们道歉，还要下跪给我们倒酒。夏薇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们为了夏氏集团在努力，你们两个倒好，一个说我做的项目质量有问题，一个说我老公的酒有问题。夏夜，你到底安了什么心？我相信严沐晨，你这酒绝对是假的。要是这酒没有问题呢？要是没有问题，我给你们倒酒。夏夜，好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我相信你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我说的万一是错的怎么办？又不会掉块肉，无所谓的。这个傻丫头，她居然这么相信我。真是巧了，李总到了。夏夜，我要是你的话，现在就离开这里，省得一会儿自取其辱。你要是不想跟我待在一起，你随时可以走。李总到，李总到。应付大人，宁总，这位就是我说的易豪集团的技术总监李山海。夏夜，这可是我老公维持的大客户，你可要小心招待。要是给我们夏家丢脸，争夺总经理的资格恐怕就没了。多谢提醒，你还是先想想怎么提升自己吧。李总，我是夏国华啊。李总，李总，有劳您大驾啊，李总。李总可真是一表人才啊！我说小江啊，哎，今天这什么聚会？怎么什么的人都有啊？李总，家宴，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东江酒店的总经理宁总，宁总，这位就是我说的李总。小江，哎，我这时间可宝贵的很啊。明白，我这次啊一定让你满意啊。我就知道你小子前途无量。说说吧，这次你想要什么呀？李总，谈正事之前啊，我有一件小事儿，想向李总说。哎呀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这个有人说啊，你带来的这瓶酒啊是假的。什么？说我这个酒是假的？谁？就是好。严少啊，严少，易豪集团的严少，你可要看清楚，他怎么可能是严少？他就是这里的一个服务员。李总，你是不是看花了眼了？我看花眼了，是我看花眼了。我就说嘛，他怎么可能是严少？对了，李总，你上次啊从易豪集团挖了6个人来讲事，顺便还带了这瓶红酒，这怎么能是假的呢？别想，你就别说了。就是李总带来的酒怎么可能是假酒？李总，这次我们还想和您继续合作呢。夏夜，还不快去给李总敬酒？夏夜是我老婆，我看谁敢让她敬酒。我来敬酒，我敬。李总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哎呀，是啊，李总，您坐下，您不能干这种事儿。李总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这酒根本就是假酒，我今天就不应该坐在这儿。从今以后啊，江正业，你少跟我联系。李总，李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李总，你再考虑考虑，这次事成之后，我给你20%的返点啊！我被你们害惨了。李总，慢走。哎，李总，
夏夜，今天这事要不是你们两口子，怎么能成这样？这个李总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夏家。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，让夏氏集团活下去，虚情假意。够了！爸，你们俩不要再吵了，都不省心。爸，夏夜她老公就是个骗子，一家子不是保姆就是司机，他们两个应该从这里滚出去。该走的人是你们。你说什么？宁总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我忍你们很久了，从即刻起，东江集团旗下所有餐厅，你们两个和江正业都不得进入。这，宁总，凭什么这么对我们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宁总，凭什么轰我们离开？他们两个为什么不走？你也配合他们两个比？滚！好你个夏夜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你给我等着瞧！带走！夏夜，你一定要把这一切给我解释清楚了，要不然不要回夏家！放开我，自己走。终于让人安静了。一豪集团内部的蛀虫居然是李山海，真是没让人想到。这个一豪集团本身就不是什么好公司，蛀虫很正常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就他们那个董事长，叫严什么来着？啊，严少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不是好人，还有意外收获。嫂子，这个叫严少的为什么会是好人？他为人低调，私生活也很干净，也没有什么仇家，他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，怎么不算好人呢？你说的这些都是公关稿，事实上，他就是一个吸血鬼，忘了资本家。我辛辛苦苦做的项目书，结果呢，那个姓严的非得说必须跟他们公司合作才可以过审批。我把我们公司的资金全都投进去了，他现在居然说要过审核，半年了，我公司的资金链早就断了。的确是大公司不管小公司死活，这真不是人干的事儿。就是。严少、宁总，他们三人已经被赶出去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。他叫你什么？严少？严先生，我说错了，下次叫准点。是，没什么事，你就先出去吧。是宁总。吓我一跳，这几天好多人都叫你严少啊。老婆，我就是你老公，不是什么严少。哎呦，我忘了，这顿饭江春叶还没付钱呢，我找他算账去。我先走了。那我们也回家。走，回家。死的，什么事儿都不顺。东江酒店的人把我们轰了出来，我爸气得自己就先走了。夏夜他们凭什么能留在那里？今天这事要不是他们，我们能成这个样子？夏夜，夏夜，又是他！我居然被他们从酒店里赶了出来。我江正业，堂堂江氏集团的总裁，没受过这样的气。老公，你消消气，我们想个法子把这口气出了不就行了？你有什么办法？这还不简单？下个月我们的订婚宴。好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你就不能坐下来安静一会儿吗？老爷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空坐下来休息呢？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啊？要我说，你就跟你老婆摊牌，直接说你老公我就是你口中说的那个王八蛋严少。我记得我们公司索马里好像有些。
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才回东京2年，你可饶了我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老婆那公司的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我对民营科技这件事情有点印象，不过我只是对这个项目存疑，暂时把项目冻结了。没想到我那个秘书把民营科技往来资金全部冻结。那你就把资金双手奉上，外加双倍补偿，好好的跟你老婆说声道歉。我现在就办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咱们这么突然解冻资金，万一你老婆突然闯进1号集团，你该怎么解释啊？你有什么想法，你直接说啊！下个月那新疆的不是要订婚吗？咱们就趁着他们。你说的很好，下次别说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？准备礼物啊！尝尝我的手艺。深藏不露啊！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。你想吃的话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堪比大厨。你喜欢就好。不对，你该不会是做贼心虚，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吧？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有事情瞒着你。善意的谎言也叫谎言。严慕辰，如果你现在跟我坦白的话，我今天可以破例。我其实……谁啊？小姐，您的礼盒。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是夏薇邮寄过来的。这个是他和江正业订婚典礼的邀请函，里面是他送给我的礼服。居然是 MN 的礼服，这个礼服可是价值不菲啊！这件礼服你不能穿。为什么？这件礼服是仿品。仿品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真的在我家里。什么？在你家里？我的意思是，真的在我工作的地方，就是严总的别墅里。你确定？当然。我就知道，这个夏薇她就没安好心。什么事儿？礼服收到了吧？你想说什么？这可是 MN 的晚礼服，是我亲自挑选，特意为你准备的。明天来参加我的订婚宴，一定要穿它来。多谢你的好心。明天见。妈说严少准备出售这件礼服。出售多少钱？这上面写着呢。严少说要1000。1000？1000块是便宜了还是贵了？其实还能再降价的。可是，一套 MN 的礼服最低都要10几万，1000块钱怎么可能买到啊？嗨，这不是严少不要的衣服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全家为严少工作这么多年，卖给我们点便宜衣服，正常。真的？真的，你喜欢就好。那我可太喜欢了！我现在就给你转2000块钱，有1000块钱是给妈妈的辛苦费啊。那我现在就让王鹤把它送过来。让王鹤送过来，他听你的。对，我没说吗？王鹤也住这小区啊。是吗？这么巧？那挺好，我给你转过去啊。
现在能安心吃饭了吧？老伯大人。如果严沐晨不是和宁总是一对儿的话，也许我真的会喜欢上他。你放心吧，这3个月我不会打扰你跟宁总的。等3个月的时间一到，你就去找自己喜欢的人。我喜欢的人，我喜欢的人就在我身边啊。我知道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影响你们2个的。我们2个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？误会？我没误会啊。其实你跟宁总的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宁总，宁鸿正啊？对啊，就是他。夏月，你不会觉得我跟老宁有什么吧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怎么会喜欢一个男人呢？那你刚才说你喜欢的人在身边是谁啊？我喜欢的人就……我怎么会逼问他这些啊？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他了？就是。我困了，我先去睡觉了。我喜欢的人就是你。哎，那不是夏夜吗？她居然来了。听说她这个新婚老公啊，是代驾还是服务生呢？江正业没有娶她，反倒是娶了她姐。哎，今天可好戏看了。有什么可看的呀？一个是江氏集团的公子，还有一个是平平无奇的服务生，天壤之别。毕书局。别搭理他们，今天有我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我还是第一次被别人保护。你是我老公，我当然要保护你了。那你愿意保护我一辈子吗？奇怪，怎么感觉严沐晨在对我告白啊？我当然……哎呦，我没看错吧？这不是老同学吗？听说呀，今天这位新郎就是当初不要你的那位江少。你不会是来抢婚来了吧？我可没那么无聊。还在这儿嘴硬，真可笑。哼，江少可是我们东江少有的阔绰公子，听说啊，给了天价彩礼呢。你这么喜欢彩礼，那当时你结婚的时候，把自己卖了多少钱啊？你别管我卖了多少钱，那也是你老公这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。那可未必。怎么，夏夜，你不会还想告诉我，你老公是个有钱人吧？有钱人还干代驾呀？等等，你们2个有请柬吗？当然有。看完了，满意了。我要是夏家的人呀，早就把你和你老公扫地出门了。就你这种干破代驾的，也想参加这么高档的宴会，我都觉得反胃。反胃就去医院看看，如果实在不知道挂什么科，就去看看脑子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夏夜，你想要在我的订婚典礼上做什么？温台，夏小姐，我是看夏夜呀参加您的订婚宴，服装并不得体，所以呀，我想善意的提醒他一下。我这服装怎么了？要我看呐，挑选这衣服的人呐，品味也不怎么样。这布料，这材质，一看呐就是垃圾货色。
夏薇，你听到了？以后给我挑东西的时候啊，记得仔细挑选，别再送我这些垃圾货色。这晚礼服是夏小姐你送的呀？你给我闭嘴！夏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给我。就这么把她放走了？她可是说你没品位啊！她懂什么？这个蠢女人，差点坏我的好事。确实，你确实比苏月强多了。父亲去接一位重要的客人，你可要帮父亲招待好了，这可关乎到我们夏氏集团的发展。什么人呀，这么有面子，还要父亲亲自去抢？郑业邀请到了真正的严少来参加我的订婚典礼。谁在冒充？严少到！严少到！严少，您请。一豪集团的严少居然出现了！哎，夏氏妇女这人脉深藏不露啊！说的没错，东江首富严少从来不参加宴会，没想到他居然出席了在夏氏集团的宴会上。看样子咱们得好好巴结巴结夏氏集团啊！这个就是严少，这是谁？夏夜，严少可是郑业亲自邀请来的。我们为了夏家做了这么多，你又做了什么呢？你确定啊？他就是严少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他不是严少，难道你是啊？我见过严少，绝对不是他。够了，夏夜，可你老公太过分了。微微，怎么回事？爸，夏夜说严少是假的，他说严少是个冒牌货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个贱人！你干什么？把你脏手拿开！我看谁敢碰我的女人！严少，严少，你没事吧？夏夜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严少，你居然指使你老公这么对严少！夏夜，快给严少道歉！还有他得道歉，下跪道歉！你说什么？严少让你下跪道歉，已经是给了夏氏天大的面子。严少随便动一动手指头，就能灭你满门。灭我满门？我倒要看看今天在这儿谁能灭我！好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来人！夏夜，看看你找了个什么老公，居然敢如此顶撞严少！夏夜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严少啊，对不起，这都是我平常对他太溺爱了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从现在起，我夏国华和夏夜断绝父女关系，并免去他在夏氏的一切职务。爸，你说什么？你太让爸爸失望了，夏夜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严少，你想怎么对付他都可以。我看谁敢碰我的女人！反了你了，给我上！老公，别怕，他们动不了我一根手指。真是苦！这么会吹牛，你以为是在演戏吗？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把这两人都给我轰出去！夏夜，我还真没看出来呀，你居然提前安排了人混进宴会。严少，不管他有多少人，总之今天一定要把这两人给轰出去。对，说的没错，动手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再来人，把他腿给我打折！放肆！竟敢这般说我们少爷，找死！别跟他废话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是。我警告你们，别动啊！别动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夏薇，夏薇，救我！我半夜验证费用不包括挨打。少爷，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配知。
他们为什么叫你少爷？你到底是谁啊？这些都是我找的群演，群演？我就知道夏薇没安什么好心，所以我提前做了几张假请帖，让这些群演混进来。那这些哥们也太给力了！哎，他们4个的钱我出了。多谢了。小事。夏夜，疯了！你老公也疯了，居然惹了严少。夏薇，你的戏演够了没有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严少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我们谁也不知道。你以为你找一个人来假扮他就能瞒天过海吗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假的？那你有什么证据说是真的？我当然可以证明，江正业的姑姑正是 MN 的知名设计师，曾经给严少的母亲做过衣服，有幸见过严少一面。他今天就到了这里，是吗？这个 MN 的设计师不会也是你找的演员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说的难道有错吗？你今天找来这些演员，当着父亲演这么一出戏，不就是为了让父亲说出与我断绝关系这种话吗？归根结底，你不过就是为了夏氏集团的掌控权罢了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！姑姑，你也看，就是这个女人，三番五次的想让我们江家成为笑。你身上穿的这件晚礼服，江正业的姑姑最讨厌抄袭和剽窃的人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终身难忘。这件晚礼服怎么了？谁送给你的？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你应该问他。姑姑，我看这件晚礼服怎么有点眼熟啊？当然眼熟，这可是我耗费10个月亲手设计并制作出来的全球独一无二的晚礼服，怎么会穿在她的身上？仿品，这一看就是假的。没错，夏夜从小就爱慕虚荣，今天是我的订婚典礼，他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。可惜啊，这次踢到铁板了，真正的设计师就在这儿。仿品，夏夜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把衣服脱了，省得一会儿被人扒了衣服。哎，夏夜，我给你出个办法，不如你现在对我说2句好话，我一开心再求求我姑姑，让你体面的离开这儿。你们2个真是迫不及待的想暴露自己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你们2个设计我是吗？什么？夏夜，你该不会是想反咬我们一口，说这晚礼服是我送给你的吧？这件晚礼服的确不是你送给我，这是我自己买的真品。你说什么？你买的这件月光女神晚礼服，价值1000万。你说你买的，买得起吗？1000万，不是1000块吗？夏夜，知道什么叫做东施效颦吗？不是你的东西，你这辈子都得不到。假货就是假货，永远上不得台面。真是给夏家丢脸！爸，您放心的把夏氏集团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带着公司做大做强。爸爸相信你，好在爸爸还有你这个好女儿。真是父慈子孝的画面。夏夜，你知道惹了严少会有多大的影响吗？你可闯了大祸了。小叶，我要是你，就带着你的臭男人滚出东江，永远也不回来。跟我们道歉，把衣服脱了，你就可以走。跟你们道歉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来人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！我给你，你敢？你一个餐厅的小服务员，跟我在这找什么总裁？你老婆这棵大树倒了，已经被夏家扫地出门了。你这条跟在夏夜身后的哈巴狗可要饿肚子了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你冲我摇摇尾巴，骂夏夜这个臭婊子，没准一会儿我开心了，给你个餐厅主管当当。追我！反了天了，把他们2个给我打出去！我看谁敢！给我打！给我打！就这点本事，在我面前还是别露了。
他给你们多少钱？我出双倍，每人10万，给我轰出去！少爷，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去！是。什么？轰我们出去？谁敢啊？这可是我的订婚典礼，开什么玩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 ，MN 的设计师嘛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了。你说什么？给我把 MN 姓姜的设计师开除！开什么玩笑？你以为你自己是谁？你一个小小餐厅的服务员，在这跟我们耀武扬威了？我呸！我不妨告诉你们，我和首富严家和严夫人都有联系，只要我一开口，就可以轻易的把你和你的老婆从东疆除名。除名？好啊，我。喂，刘总。什么？我被开除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严夫人还等着我的衣服呢。喂，喂，姑姑，这绝对不可能啊！他一个小服务员怎么可能有那种本事啊？我都已经被开除了，这还能有假？他到底是谁？你得罪了一个什么身份的人？我就是夏夜的老公。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啊！是啊，姑姑，你们两个蠢货，被你们害死了！站着，跟我家少爷和少奶奶道歉。向我道歉？不可能，我可是全球在所。干什么？别动我！老婆，其实是有个人想向你道歉。道歉？谁啊？就是你口中的严少，他并不知道将你公司所有资金冻结的事情，所以想跟你道歉。这是他的歉意。除了解冻你所有流水资金外，还有3个项目，易豪希望能跟明英科技继续合作。你跟严少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他为什么把这些事儿交给你去做？宝宝，其实我是易豪集团的。夏夜，给我滚出来！夏夜呀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让你失望，爸，是您从来都没对我抱过任何期望。夏氏集团的一切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永远都是家人。你吹什么牛呢，夏夜？夏氏集团，你要是真的不在乎，你会跟我抢总经理的位置。这份是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的声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自动失去夏氏集团一切职务，不再是我的女儿。就是因为你，我的订婚典礼才会变成这样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成夏氏集团的总经理了。你们太过分了！不要再说了，既然他们已经决定，那我尊重他们的选择。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夺回我母亲留下的一切。夏氏集团绝对不会落入你们2个的手中。爸，你听到了吧？你看看，这就是夏夜，他的目的始终都是夏氏集团。夏夜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！我要收购夏氏集团。你要收购夏氏集团？你做梦呢，夏夜！你以为你谁呀？我是谁？你一会儿就知道。真是笑死个人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购夏氏集团。哎，说什么？有公司在大量收购我们夏氏集团的股份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公司。爸，这一定是巧合，我不要理他，我们赶紧回公司吧。好，我们赶紧回去。夏夜，我的订婚典礼都是你毁的，我们走着瞧。
走走走。自从妈去世以后，爸和姐就接管了公司，然后公司的财政状况就出现了问题。夏氏集团是我母亲的心血，我绝对不会让它毁在他们的手中。我会帮你，帮我？你想怎么帮我？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会送你，包括夏氏集团，包括小世界。谢谢你，严少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你装霸道总裁，我不得配合你一下啊。好了，夏氏集团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处理，你放心吧。这样，我先去公司一趟，你先回家等我，好吗？好，我送你去公司。一会儿见了严夫人，嘴巴放甜点，听到了没有？姑姑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能办到啊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被 M N 辞退吗？妈的，我也没想到那个夏夜还有她老公这么有本事。你说的那个夏夜，她身上那件衣服，你们是谁啊？陈妈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们上个月还见过面呢。我是 M N 的设计师，我叫江娟，这是我侄子江正业。有什么事直接说。严夫人在家吗？我又新设计了几款裙子，想着呀，先来给严夫人试试。哎，你往后去，谁让你们进来了？是，我这不是有点着急吗？那麻烦你跟严夫人说一下。行，你们在这等着吧。谢谢。这人什么态度？还不是因为你，要不然咱们两个能这样吗？夫人、老爷，江娟带着江振业在门口呢，让他们在外面等着。竟然敢欺负我严家的媳妇，真是反了！让他等。姑姑，我们都在这等了2个小时了，这严家人到底搞什么鬼啊？你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在这受这罪？这怎么还不肯？喂，振业，你快过来一趟，来家里，快回来！好，我马上回去啊。姑姑，我那边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在这等着啊，加油。江正业，滚回来！跑什么呀你！严夫人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希望你呀能喜欢。你的心意还是收回去吧。严夫人，您这是啊？连我严家的媳妇你都敢欺负，好大的胆子！严家媳妇？严夫人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严家媳妇，是吗？啊！不会那个夏夜是严家媳妇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拿着你的东西滚出东家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对外说我严家媳妇1个字，否则你应该知道后果。不是，严，江正业，我还讨厌你！从今日起，不然你与大家的关系。加油！下午1点，正式狙击夏氏集团。是。去吧。夏氏集团的股票跌了这么多，老公，只有你能帮我们了。夏氏集团被狙击，你们惹到什么人了？我们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去惹别人？老公，你要相信我们。是啊，好女婿，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。夏氏集团现在被狙，正是收购的好时候。我可以帮你们，我就知道老公你最好了。不过嘛，
这夏氏集团以后就姓江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只给你们2个人10分钟的考虑时间，过期不候。江振业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这是趁火打劫。商人嘛，讲究的是利益。你说我平白无故往里面砸进去几十亿，我图什么？你这几十亿啊，你1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，你们仔细想清楚。嫂子有实力啊，这么快就吃下1号集团这么多股份。还不够，江正业还没下场。他下场如何？嫂子背后不还有你吗？你觉得他想要我帮助他吗？说的也是。严少，怎么了？这么紧张？你看江家下场了。那就让子弹飞。之前夏国华是不是找我谈过合作？没错，但是您拒绝了。告诉他晚上8点银江会馆，过期不候。爸，怎么办啊？我们就这么将夏氏集团送给江振业了？还不是因为你！你看看找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！爸，你又打我！当初江振业搜查聘礼的时候，你眼睛不也直吗？我是夏国华。啊？什么？哈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们有救了！怎么了，爸？是不是江振业回心转意了？只要跟这个人能攀上关系，江振业什么东西？到底是谁呀，爸？你倒是快说呀1号集团袁绍约我去云江会馆吃饭。爸，你带我去。要是严少能够看上我，我一定要让夏夜和江振业从东江彻底滚蛋。哎呀，严少啊，这一直听外边人说您是一表人才，今日一见，我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对。您呢，这分明是人中龙凤啊！就是，严少，我也在国外留学4年，说不定我们还见过呢。你这句话说的不对，我们的确见过。沈沐晨，你个臭服务员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云江会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知道了，夏夜被赶出了夏家，他没了钱，你也就重新当了服务员，跑来这里端盘子来了吧？你赶紧给我滚出去啊！不要在这里碍眼，这里一会儿会来一个大人物，别给我扫了那位爷的兴致。爸，别管他，一会儿叫经理过来把他开除了就是。你说的对，跟这种人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时间。坐。爸，严少最喜欢翡翠了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就这种东西，你们也拿得出手？夏家看来真是没什么东西。你个臭端盘子的，你懂什么？识相点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我倒是想看看你们今天怎么让我滚出去。经理，你们这儿的服务员也太差劲了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严少，什么？他是严少？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夏夜的老公，也是1号集团的总裁严沐晨。严少，你看这事闹的，我们之前都是误会啊！对，都是误会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啊。误会，一家人。是谁当初要跟我老婆断绝关系来着？这倒是一时气话。严少，这样，我马上回家啊，我去给夏夜道歉啊。好。
严少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我妹妹能嫁给你，那是我们夏家的福气。对，我可以不跟你们计较，但欺负我老婆不行。夏夜当初在夏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我亲眼见到过。爸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给严少啊不，给夏夜出这口气。我在夏氏集团没有功劳也苦了，你太过分了。你知道是为了夏氏的啊，这夏氏你就忍一忍吧。好了，别在这儿演戏。哎呀，严少啊，你真是宅心仁厚啊！我保证，从今往后一定对夏夜好。对，夏夜想当总经理，那总经理的位置就是他的。只要您不生气，您说什么，这我们都答应。真的什么都答应？哎，对，我要你们两个在东江消失。严少，我们家都在东江，更何况夏夜也离不开爸呀。哎，对呀，这夏夜这孩子他最孝顺了，他要是见不到我，那会想我的呀。从你跟夏夜说断绝关系的那一刻起，我想他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两个。这夏氏集团的那是夏夜母亲的心血，我们得留下来这管理公司啊。对，你要真的在乎夏夜，你会把公司卖给江正业。好了，你安心的带夏薇离开东江，到外地去讨饭吧。严少，我求你了，我们真的不能离开东江啊！哎呀，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是啊。当初的聘礼是我送给我老婆的，你们给我原封不动的留在家里。还有，我的身份要是被我老婆知道，到时候你们应该知道后果。叶少，怎么会这样？完了，他怎么会是严少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哎呦，汤来喽！快！哎，烫到了是不是？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都这么大个人了，都不知道保护好自己，真不知道你之前怎么在餐厅工作的。你说你，我去看看锅里的饭。饭焖好了。那我去看看锅里的鱼。关好了。那我看看月亮。今天阴天。田沐晨，到底要干嘛？老婆，我想。让我先接电话。那你亲我一个。你在说什么？咱们俩是合约关系。喂，孙秘书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夏氏集团被江家收购了，我还是晚了一步。没事的，大不了把江氏集团也收购了。你这话说的真霸气啊！就算是把我全部资产卖了，我也收购不起江氏。明天有场地下拍卖会，一切拍卖品都是暗拍，一拍富，一拍穷，说不定你有机会呢。我才不参加这种刺激的事情。如果我说江正业也会去，官窑青花瓷一件。保安，
有人拿假货。我没有，你们冤枉人！此人在我们拍卖会永久拉黑。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老婆，淡定，这里要验资才能进去，我们这一看就是假的。你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没看错吧？一个服务员，一个被夏氏集团扫地出门的人，你们两个居然在这儿啊？我们两个在哪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是，的确是没关系。不过我这个人赚了钱就闪啊！我刚刚以5折的价格收购了夏氏集团，就是只有一个字儿：爽！别得意，我早晚让你把皮吐出来。好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假的。什么东西？看着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赶紧滚蛋！你是故意的！哎呦，我看你分明就是想碰瓷我，说不定你这东西就是假的，想要栽赃诬赖。你还验不验资？不验资就赶紧滚蛋！这幅可是当代最有名的书法大师玉年大师的作品，就这一幅书法，价值2000万。你们可要仔细的看看，别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放进来，免得影响拍卖。等等，他这幅玉年的字是假的。假的？你个服务生你懂什么？居然说我的东西是假的？玉年从来不会写这4个字。胡说八道！你连玉年是谁都不知道吧？在这瞎说什么呢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有一副玉年的真迹。你一个臭端盘子的，有玉年的真迹，你既然有的话，你拿出来看看。你要是能拿出来，我走；你要拿不出来，你俩就给我滚蛋！好。我们哪有玉年的字啊？你上哪儿去找？老婆，你别担心，在这儿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但是，二位，我老婆今天有点不舒服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？我们这里的休息室是开放的，在这个房间。老婆，你去休息室等我，我很快回来。我说呀，你老公就是找了个借口跑了。居然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！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还打你！你就睁开眼睛看看吧，你看看你那个穷鬼老公会不会回来？真巧！我不是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能进办公室，滚出去！孙老，你现在脾气越来越差。袁绍，你来了。我有件事情需要孙老你给我帮个忙。袁绍，你说能帮上您的忙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去给我准备笔墨纸砚。好，我马上去准备。我终于有幸见到您的心思了。地透之辈，
祭献雄浑，笔走龙蛇，彰显气势非凡呐。孙老，您就别夸奖我了。袁绍，你这一幅字价值千万，不知道谁能得到这份墨宝啊？你想要的话，送你便是。不过拍卖会上，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帮我。袁绍，你直说，你来吩咐，我来安排。你在拍卖会上，暂时不要暴露我的身份，然后你再这样。好，好。这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，他要是能回来啊，早就已经回来了。要我说啊，他早已经跑了。你说说你啊，当初要是跟我结婚，用得着受这么多罪吗？他不会跑。他是男人，我也是男人，男人最了解。他呢，早就已经把你玩腻了，然后找个理由，找个机会。把你给甩了。你要是不怕我打你，你就继续说。好你个小贱人，今天我就好好数着数着。你再敢动我老婆一下，我让你整个江氏集团在东江消失！居然真的回来了。不过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跟袁绍一个姓，你就以为你是袁绍了？不信，你可以试试。严慕辰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也不怕脏了自己的手。你好，居然回来了，那你应该把东西带回来了吧？当然，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。就算你带回来了，又能怎么样啊？你根本不可能有玉年的真迹。这的确是玉年的真迹。没错，就是这字迹似乎有点新。你们开什么玩笑？他怎么可能有玉年的真迹？我的才是真的。你那破烂儿，跟玉年的笔迹也就8分相似，但是玉年不可能写天道酬勤这4个字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玉年的品味不会这么差，更何况玉年写字从来必会天字，所以你手里那幅字不可能是玉年写的。我想起来了，的确，玉年大师极为避讳天这个字。没错，这位先生手中的正是真正的玉年大师的真迹。张正业，你现在可以过了。你要是不走，让这2位送你。行吧，江先生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你为什么会有玉年的真迹？你跟玉年大师是什么关系？老婆，我说我就是玉年，你信吗？不信。那我跟你说我是严家的大少奶奶，你信吗？啊？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开始说胡话了。2位，验资成功，可以进入拍卖会了。那幅字送给你们老板，代我向他问好。多谢多谢，2位这边请。今天拍卖会的拍品，你喜欢行吗？就拍下来。我可不要，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江正业他到底想要什么，好好抬抬价格。可是他好像进不来了。你放心吧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进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听一个朋友讲。这样，你在酒店工作好处也挺多的嘛，消息多，朋友也多。是。你看，他们来了。真是个蠢货，居然被人轰了出去。
你在外面别说你是个江龙的儿子。爸，那2个验资人都没发现，要不是那个臭小子，我们早就进来了。行了，蠢货就是蠢货，找什么借口？这次的拍卖，那东西一定拍到，听懂了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人为什么戴面具啊？有的人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就有了戴面具的情况。这样啊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听一个朋友说的，对吧？应该找机会跟夏夜谈判吧。就知道。诸位，我们今天的拍卖会拍品一共有10件，还是按照老规矩，采取盲拍的形式。所有的拍品都在箱子，富贵在天，全凭运气。现在开始起拍第1件商品，起拍价格200万，300万。恭喜先生，300万。还有更多的吗？400万。500万。600万。1000万。这位先生出价1000万，还有跟拍的吗？1000万一次。小贱人，敢跟我抬价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这东西我要定了。继续往上拍。不了，我就是往上抬抬价，我不想要这些东西。1500万。这位先生出价1500万，是什么人？存心捣蛋是不是？有钱就买，没钱就滚！我怎么可能没钱？我出2000万。恭喜你，这东西是你的了。2000万一次，2000万2次，2000万3次，剩下的这9个你也别一次拍了，我全都要了，每个我都出价2000万。谁赞成？谁反对啊？这个江正业到底想要什么？想要破产呗。没想到你也会讲冷笑话。这我们也从来没这么拍过。那你现在就见到了。刷卡。诸位，今日我们的全部拍品，全部是这位先生的，恭喜！我们会将全部拍品送到您府上。那我们也走吧。等一下，还等什么？今天还有第11件拍品。还有，我们今日还有一件特别的拍品。诸位请看，这是一串人工粉色钻石项链，做工粗糙，价值不高，起拍价3000元。3000？这个价格你应该能出手的。现在开始出价，我出3000。4000。5000。成交。我帮你带。他真是太适合你了。当然合适了，5000块这么一大串。今天开心吗？
当然开心了。走，回家给你做饭去。走。总算陪着野蛮了。严少花1个亿买粉色钻石项链，少奶奶5000块钱买走了，这就是有钱人的精致。我说孙老，你也别光站着看，也记得把这10箱子破烂给江家送去。哇，这就安排。爸，10个箱子2个亿，就这么花出去了。你的消息真的确定？这10个箱子里面有帝王绿的翡翠佛像。爸，我的消息你还不相信吗？这是严少的秘书啊，亲口告诉我的。这个严少回国半年，我们连人影都没见到，的确是有些神秘啊。所以严少的秘书才告诉我这些，就是为了放出风声。严氏又如何？东江首富又如何？到头来，不还得跟我们江家合作吗？打开看看，这些都是什么？好嘞。这什么鬼东西？没事啊，爸，一定在后面，你别着急。怎么会这样？2个亿，就买回来这些个垃圾，蠢货！你让严少给玩了！少，该死的严少！你给我等着！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爸妈想叫我们回去吃饭。说到这个，我还正想说呢。那这是什么？我觉得爸妈不能一直住在严家的别墅里，所以我给他们买了套房子。啊！严沐晨，我们把爸妈接出来住吧，他们辛苦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歇歇了。爸爸，你真是对我太好了。说什么傻话呢？爸爸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那张协议，我们可不可以作废？什么？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一直在一起。好吧。夏夜，你清醒一点。他有什么好？他除了长了一张帅脸，有一颗真心之外，他还有什么？你真的打算和他在一起过一辈子吗？老婆，快来吃饭。严沐晨，我们的合约可以作废了。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？我愿意。好，那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男朋友了。不过我这个人做人做事有个原则，就是不许骗我。你会骗我吗？我要把我的身份告诉夏夜。爸爸，
其实我的身份是……喂？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稳住，我马上过去。我先出去一趟。哎，你去哪？夏氏集团发生什么事了？江正业正在拍卖夏氏集团，我要去把公司买回来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在家等我。妈，我要向夏夜求婚，不办婚礼。臭小子，你终于开窍了，赶紧回来和我们好好商量一下。诸位，你们各位只要一人拿出5000万，夏氏集团我双手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这夏氏集团刚到江总手里，江总怎么要卖啊？是啊，而且是采取这种私密的交易形式。江总，你有些反常了。诸位的产业与亿豪集团都有或多或少的冲突。今日我拉拢诸位的原因，也就不言而喻了吧？你是说你要针对亿豪集团？亿豪集团可是东江首富，咱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没办法动它分毫啊！没有办法动它分毫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今日的夏氏集团，就是我为诸位准备的，就看看诸位有没有信心把它吃下去。江总是不是忘了我们明英科技？明英科技，这可是东江这2年风头正盛的独角兽公司。是啊，江总，你还认识明英科技的人？明英科技是夏氏集团的第2大股东。如果明英科技和江氏合作，那么真有可能和亿豪集团斗。只要有利益，没有什么做不了。夏总。我只是夏总的秘书，夏总稍后就到。只要夏总能来，就是给我江正业面子。这样，诸位今天只要签署了合同，每个人的股份我再提高3个点。又提高3个点？看样子，江总这是要和亿豪集团斗一斗了。诸位要是想好了，就把合同签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都是这一条船上，共同吃下亿豪集团。这合同你们不能签！你怎么进来的？你给我滚出去！让我滚出去，只怕你还没有这个本事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保安，保安！夏总，夏总，作为夏氏集团的第2大股东，我有权参加本次的会议。啊？你居然是明英科技的总裁，夏夜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夏氏集团现在的问题很大，诸位，我奉劝你们将手里的那些夏氏集团股票全都抛出去，我会高于市场价买回来。夏夜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是明目张胆的抢人啊！我这不是抢人，我这只是善意的提醒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之前就想收购夏氏集团，却没想到被你横插一脚。夏氏集团是你爸和你亲姐亲手卖给我的，我想怎么做就。夏氏集团是我母亲的心血，你居然想把它当做筹码往回买，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你不允许发生？你凭什么？就凭我手里的证据。夏威的上一个项目是夏氏集团最大的潜在威胁，只要我把手里的证据交给甲方，你觉得会有什么效果？开什么玩笑！你刚刚还说夏氏集团是你母亲的心血，你就这么甘心毁了它？你可以试一试。现在夏氏集团对你来说就是一块烫手山芋，如果你想斗一斗，我随时奉。夏夜，你不如这样，
我可以给你夏氏集团10%的股份，这样你就能成为夏氏集团最大的股东，夏氏集团就重新回到了你手里，你觉得如何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帮我对付易豪集团。夏夜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有必要单独谈谈。你想说什么？当初的婚约本来就是我们两家之间，但是一切都阴差阳错。不如这样，我把夏氏集团当作聘礼，我们重新在一起，怎么样？我有老公。不会赚钱的男人还叫男人吗？我可是东江最出名的钻石帮老五，你男人又开网约车，又当服务员，就是个臭屌丝，怎么能跟我比啊？的确没法比。这么说，同意了？你连我老公的一个手指都比不上，跟他比，你还不配。夏夜，回后悔的。我这个人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后悔。你给我等着瞧！醒来。一晚上没回家，去哪儿了？易豪集团3天后有个宴会，我和爸妈这几天忙这件事情来着。宴会，一豪集团。不错，该不会是跟江正业有关系吧？老婆，你能帮我弄一份宴会的请柬吗？我来就是给你送请柬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请柬，我就可以去参加宴会了。你这么想去参加宴会干嘛？因为我总不能告诉他是因为江家准备对付严家吧？要是严沐晨把事情告诉了严爸爸和严妈妈，说不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因为我要亲自感谢严少啊，他不是解冻了我的资金吗？哦，这件事情的确是他做的。你怎么知道严少的想法？我觉得严少应该也是这么想的，不然他也不会给你请柬，对吗？那倒也是。那这个宴会，我就不陪你去了。我那天正好有点事儿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有些私事要去处理一下。行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就跟我说，我得去趟公司。好，你先去忙，今天晚上早点回家，我做好饭等你。妈，请柬送到了。对，计划开始。夏总，这是最近3天的会议以及行程。把后天的行程都给我推了吧。好的，夏总。后天我要参加易豪集团的宴会，你去帮我准备份礼物。是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夏总？夏氏集团那些股东手里的股票都卖了？对，已经都卖了。江正业没有一点动作？是的，没有任何动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下去。我办事你放心，夏夜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出卖他的。到时候你答应我的事儿，可千万别忘了。夏总啊，夏总，后天的宴会一定会非常精彩的。老公，
老公，快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？真不错，我老婆穿什么都不错。你就逗我吧。我说真的。哎，你这拿的什么？没什么。给我看看。我本来想送给你的，但是看你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衣服。这件晚礼服真好看，我正好觉得我这身衣服有点紧，我去试试这件。好。好看吗？老婆，你真是太漂亮了。就穿这件了。谢谢老公，我先走了。哟，夏总，这么快就见面了？我劝你别在一豪集团的宴会上搞事情。看不出来你还这么关心我。我还没有彻底收购夏氏，当然不希望夏氏集团出现任何事情。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。今天的宴会一定特别精彩。哎，夏夜，你看那是谁啊？严沐晨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你老公来端盘子，这事儿你不知道吧？你要对付一豪集团，严少知道了，会不会让你们大门回去？你这个贱人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居然敢打我家媳妇！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老鼠啊！居然敢打我！来人，把这个碍眼的东西给我扔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是有严家的请柬，我是这里的客人。什么客人？给我轰出去！你别动我！放开！我等着。妈，你简直太给力了！好孩子，有妈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妈，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这个臭小子嘴巴也太松了点。妈，爸也来了吗？嗯，是啊。严沐晨也瞒着我来了这儿。哎呀，儿媳妇，你听妈说，妈，你们瞒着我跑到这里来工作赚钱，真的太辛苦了啊！看样子小叶还不知道臭小子求婚的事情，我得隐瞒下去啊。对，是我和你爸呀，还有臭小子都跑来帮忙了，其实就是怕你知道了不高兴。妈，我没有什么不高兴的。你看你们辛苦工作这么久了，今天就不工作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参加宴会。好孩子，难得你有这份孝心。哎妈，您这身衣服借的，你看还行吧？妈穿什么都好看，我带您去买一身更漂亮。走。哎呀，时间到了，快走吧，妈陪你进去啊。妈的，该死的！这老太太到底谁呀？爸，你终于来了。还在做什么？怎么没进去啊？你别提了，你别提了，我刚才被一个老太太给轰出来了。废物！这是谁的地盘？一个普通老太婆能把你轰出来？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遇到的十有八九是严夫人。不可能啊！严夫人为什么要护着夏夜啊？蠢货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爸，我是真的什么都没做呀！谁知道那个老太太发什么疯？爸，我错了，你就当我放了个屁，什么都没说啊。等会儿进去的，你给我老实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人家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好，爸，我知道了。一豪集团算什么东西？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能力。这女人是谁啊？天哪，这个女人好惊人，居然被……爸，哎，好孩子，你听到了吗？这个女人居然喊他爸，严家可只有一个孩子，这岂不是？
是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进去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说是吧，老公？嗯，不错不错。爸妈，等这场宴会结束之后啊，你们就搬到新买的房子里去，也别再在严家打工了，你们就好好休息啊。哎呦，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我们当然同意了，是吧，老公？好。夏总，东西我拿来了。来都来了，怎么还带礼物呀？哦，我这不是第一次见严少吗？想着不能失了礼数啊。你这孩子能来参加宴会呀，就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。就是。我知道爸妈是心疼我，不过我有件事情要跟严少当面说清楚，这礼数还是不能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你让我带的东西啊，小总。我什么时候让你带这些破烂来了？你说一豪集团是垃圾，自然要送垃圾。这些，难道你忘了？你跟了我能有5年的。还有这些文件，我也带来了。您说要正式与一豪集团宣战。刚来就这么热闹，不行，我得立马告诉严少去。宣战？当这是过家家呀？您通过交易夏氏集团的股份，让这些独角兽公司的大佬与您站在同一阵线，在宴会上公然挑衅一豪集团，这些不是我们计划好的吗？天哪，这女人不是疯了吧？居然挑衅一豪集团！谁说不是呢？今天还是严少回国的第一次出席，没想到闹成这样。这女人是你安排的？爸，她夏夜想跟我斗，还是太难了。算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里倒是挺热闹啊。天正、江梅，好久不见啊！江龙，几年不见，你倒是风采依旧啊。还好还好，只是没有你们这般潇洒。哎，这位是？她是我儿媳妇儿。哦，小妍娶了媳妇了。我这个做叔叔的才知道，可没准备什么见面礼呀。有心的人怎么都会准备，你说是吧，老公？没错，好像是你们的这个儿媳妇在挑衅一豪集团，我没听错吧？你没听错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夏总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你要求做的，现在你想卸磨杀驴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小妹，你这脾气还跟以前一样暴躁，你好好听听小姑娘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夏氏集团的资产被严少冻结了，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报复严家。这理由真是太充分了，说的真好。夏总，你所交代的一切我都已经做完了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走，走去哪儿啊？和江正业双宿双栖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知道？不，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以为你这个合同就是污蔑我的证据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可惜啊，在你和他们签署了合同之后，我就和他们单独签署了一份协议，这上面有我们所有人的签名。这怎么可能？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我会做你说的那些事吗？你太让我失望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你要帮我啊！你看我干什么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把这个闹事的女人江正业，你说过你会帮我的，你说过你会保护我。不像，怎么又是你？是被轰出去了吗？忘了介绍，这是我儿子江正业。
你儿子，你在国外20年才回到东江，就认了这个儿子？小美还是幽默。伯母，之前是我不懂事儿，冒犯了你，您可千万别介意啊。不懂事的人多了，如果我都介意的话，那得气成什么样？妈，他们怎么对你说话这么客气啊？儿媳妇呀，其实夏夜，你那个服务员老公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一点小插曲，已经解决好了，放心吧。那就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婆，其实他怎么在这儿？这个问题还用问吗？他一个餐厅服务员，跑过来端盘了呗。你闭嘴！哎呦，我闭嘴？你让我闭嘴啊？你一个餐厅的服务员，凭什么让我闭嘴？你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哎呦，扔我出去啊？今天可是亿豪集团的宴会，你一个服务员跑来闹事，该出去的人是你。你再说一次，你谁敢动我老公？夏夜，你以为你抱了大腿就有人给你撑腰了？我看啊，你和你老公都应该滚出去，别在这儿碍我们的眼。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让我们两个滚出去。你一个臭服务生，你在这忙什么？你来这儿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要钱好啊，我有。这1000块钱够你赚1天了吧？江正业，把你的臭钱给我拿走！怎么，你们两口子想要更多啊？啊？这是一顿饭，拿了钱赶紧给我滚蛋！别在这扫我们的兴致。就这点钱，也想让我离开？你们两个真行啊！想抢夏氏集团，现在又跑到亿豪集团的宴会上闹事。我看你们两个真是贪得无厌，分明是在侮辱亿豪集团。我现在就要把你们两个扫人兴致的东西给赶出去。赶他出去？没错，伯母，这件事不用你了，我来。江正业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很好笑啊？可笑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能安插人在我身边，难道我就没有手段对付你吗？我要你帮我对付亿豪集团。我要你帮我对付亿豪集团。你给我放手！想打我的女人，你也配？我说江龙，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江正业，搞什么鬼？爸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这国外有3个哥哥4个弟弟，你应该知道你的处境，居然敢挑衅亿豪集团！爸，不是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这个女人故意设计我。故意设计？现在江氏集团还用我来设计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要让江氏集团1分钟内破产。让江氏集团在1分钟内破产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什么？我怎么可能破产？活该，活该，两面三刀，活该倒，活该破产。都做了什么？自从江氏集团收购夏氏后，你手里还有多少钱可以挥霍？上次拍卖会你已经花了2个亿，现在江氏集团的现金流已经断了，我只要稍微运作一下，你觉得？你这个劲儿，这都是应得的。爸，
你要相信我，江氏集团还有救啊！我把国内的公司全部都交到了你的手上，那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伯母，我没有要对付1号集团，只要你能帮我度过这次危机，我一定报答你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他不是对付过江氏集团吗？我要把他妈妈的心血夏氏集团也给搞破产。妈，他为什么让你帮他呀？伯母，这次事成之后，我愿意将江氏集团的3成股份双手奉上。你管他叫什么？你想让我帮你欺负我们家的儿媳妇儿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儿媳妇儿？她是严家的儿媳妇儿？妈，开什么玩笑！这个臭服务员怎么可能是严少？严少？我老公怎么可能是严少？爸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婆，我就是严牧主，也是1号集团的总裁，他们口中的严少。什么？儿媳妇儿不是我们不想告诉你，今天的宴会就是为你举办的，只是呀，被这个人打乱了我们所有的计划。儿媳妇儿，儿媳妇儿，那她岂不就是？没错，我就是1号集团的总裁，你们口中的严少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严少？什么？严少？你真的是严少？是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有好几次都想告诉你，但是阴差阳错，我总也没能说出口。说了那么多，你不就是想骗夏夜和你结婚吗？骗？说骗这个字的人应该是你。当初你在夏家看见的彩礼是你送的吗？彩礼是你送的？是。我爸和我姐突然离开东江，也是你做的？是。儿媳妇呀，我们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。是啊，我们除了钱以外，什么都给不了你，只能间接保护你。老婆，我们的事情一会儿再说。现在我要跟江家人好好谈谈。什么？我？严少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以后不想再看见你。严少，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夏夜是你老婆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根本不可能招惹她。你跟我说对不起，也要看我答不答应。你这个蠢货，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！爸，你别叫我爸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你证明我的能。既然你不忍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好戏开始了，好戏开始了。江正业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氏集团。而夏夜
和严家人一次一次的把我逼上绝路。好，那现在我也摊牌了。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你现在要是回头的话，我们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小子，我劝你想清楚，有些事情做了，你就回不了头了。回头？我还能回头吗？明天的报纸新闻的头条就会写艺豪集团的宴会发生了火灾，你们所有全部丧生，无一生还。疯了吧他？丧心病狂！就是你疯了，疯了！我疯了！我是疯了！也是你们逼的。严慕辰，你舍得让你老婆死吗？不如这样，你现在跪下跟我道歉，再把我的皮鞋舔干净，说不定我一开心放你了。别管他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只给你们3个数，要么跪下道歉，要么一起死在这。3、2、1。你们！哼！我忍你很久了，让你尝尝严家秘总裁的厉害。居然敢这么调戏严家，你还真是头一个。这个人渣就交给你。放心吧，我来处理。都散了。都怪我，真是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小龙，生了那么多孩子，都比不过我儿子，这几十年的恩怨还要继续吗？儿子不行，我还有孙子。严振东，20年后再见。严慕辰，你干嘛？老婆，我想向你求婚。我想向你求婚。老婆，你向我求婚？当然，结婚典礼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随着之后的相处，我发现我喜欢上了那个可爱又有点算计、精明又有点笨的你。你这是在夸我吗？遇见你之前，我从来不相信爱情，但遇到你之后，你就变成恋爱脑了。夏夜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儿媳妇儿，虽然我们严家穷的就只剩下钱了，但我们一定会对你好的。30座国内外的别墅，外加20多个上市公司，还有5座海岛，这些啊都是臭小子今天送给你的聘礼。等一下，让我缓一缓，我想一想，我
哎呀，儿媳妇呀，这臭小子要是敢让你受一点委屈，我就把他轰出严家。没错，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太好的？儿媳妇呀，可比儿子重要多了。妈，我在这儿求婚呢，你搞得跟你求婚一样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那要是以后生孩子的话，我带，我带。老婆，你放心去搞你的事业，从今往后，你主外，我主内，夫唱妇随。一言为定。你这是答应了？呀，傻小子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